各位兄弟姊妹，感谢主，搁再来到这个新的拜日，咱伫遮三甲来敬拜主啊。今仔日啊，是这个最后的一个主日咯。咱伫今年内面啊，经历到真不平凡的日子啊，有真侪人可能无伫咧咯，有真侪人可能生理无咯，有真侪人可能无工作咯，各有各嘅问题，各有各嘅需要，叫无同款的这个惊吓甲挂虑。今年啊，2020年是一年真不平凡的日子，但是咱伫主的内面有平安，因为上帝是咱的天父，上帝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力量。咱靠着主来继续来奔跑前面的道路，魔鬼毋帮上，想尽各款的方法要来破坏咱，要来打击咱，借着人，借着环境，但是咱信主的人，完全的仰望伫神的脚前，咱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神伊的启示，互咱更较了解、明白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咱就紧紧抓牢神的应允，叫神本身，互咱灵内面有这款的力量，有迄个内在的平安，通来抵挡一切的困难。所以咱三甲来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虽然世上真无平静，但是阮属主的人内面，因为有主，阮内面有法来享受主的平安。亲像门徒伫这个加利利海拄着大风涌的时阵，因惊吓，但是当因想到主伫因身边，甲因同在，虽然有惊吓，失去了迄个信心。但是有主在平静风浪的时阵，因仍然伫惊吓当中，佮恢复平静；伫危险当中得到安全。阮感谢你，阮做属上帝行你的，生活伫这个多灾多难、罪恶黑暗的世代当中，阮需要上帝的同在，需要神的力量，甲阮同在。好叫阮来经历到神所托阮经历的这些代志了后，阮有法通称颂来感恩，因为神无离开阮，毋但啊今生甲阮同在，神的同在是直到永永远远的，到伫迄个荣耀内面。所以今仔日求主你甲阮同在，求你的圣灵来感动讲的人甲听的人。叫阮同得益处，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野马来了，看桥降临。教唆解放耶撒怜悯，沦落一旁寂寞伤心，因灵渴望三次降临，唤醒唤醒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
光看瞧降临，借着降临换为中心，冲开长夜幽暗愁云，驱散死亡层层黑云，唤醒唤醒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大卫只要看瞧降临，打开我从天上家庭，安排我从登天路程，断绝人间多愁苦情，唤醒唤醒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各位的兄弟姊妹，今仔日是2020年12月27日，也是2020年今年最后的一个主日，最后一个礼拜日啊。咱常常伫圣诞节哦，也是伫这个年头年尾啊，常常祝贺人啊，祝贺人啥物啊？伊说啊，愿恁喜寿啊，年头到年尾啊，喜喜平安，岁岁平安啊，也是平平安安。愿恁年头到年尾啊，万事如意。愿恁生理兴旺啊，身体健康。咱人吼总是有一款的祝愿，一款的盼望。但是咱进入到2020年，无论是新年啊，20年的1月初1日去祝愿别人，祝贺别人，也是这个农历新年对人的祝愿哈，这个心想事成啊，心内咧想代志才成啊，哪有遐简单的吼？所以咱中国人啊，常常是啥物啊？事甲愿吼相违啊，事与愿违，代志甲实际情形吼是违反的，无相同的啊，倒掉的。意思哦，就是咱伫一年当中啊，所以有一款的俗语讲啊，世界的代志有10之8、9啊，拢是不如意的、无平静的、不如意的代志哦。10有8、9，这个意思差不多8%、8、9、10是代志。是无平顺的。虽然咱今仔已经来到是今年当中最后的一个礼拜了，今仔日啊，要向大家讲到这真重要的题目，也是咱极需要的，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神的名字啊，名副其实，名副其实啊。圣经当中有讲到耶和华神的名字哦，有几哪款啊？今仔日咱来挑选几个神的名字来三甲来分享。
来讲到在神的名里。兄弟姊妹，大家人活伫这个世上啊，为做生理、为社会诶接触的真多咯。咱的印象当中啊，今生今世啊，咱活伫这个世界当中啊，有真多代志名副其实的实在是真宝贵。因为真多项代志名副其实的代志已经真少看见了。咱若有看到一件名副其实的，实在是真宝贵的。什么叫做名副其实呢？就是伊的名理迄个实在的名理，交迄个符合实在的情形是相符合的，交实际是相当相符合的，所以叫做名副其实，就是名称还是伊的名甲事实是相符的。现在即款的代志已经真恶切咯。因为咱伫社会顶面真常会看到什么呢？有真侪商品去某咧买物件，还是向个较下级的店买物件，都毋是名副其实的产品真侪是假货色国际叫做赝品假货真侪比如说有人讲迄个木头是写迄个Apple 的手机，其实买来是最好，实在毋是只 Apple 公司出产的，所以伊的品质有差咯。毋单单是个手机真侪项货色拢是安尼，所以这个名副其实真重要。抑有真侪公司一家公司因外面标示是无什么公司伫卖什么服务什么，但是入去内面毋是名副其实的，有的是说要洗卡的有的洗卡的店还是理发店，其实入去内面并毋是名副其实的，无影的办咩服务除了洗卡剪头以外，内面也有别物。有的国家的制度有的看起来真好其实有的也毋是绝对的名副其实的。有的国家称伊是民主自由人权的制度的，但是其实已经减去也多了。变色了，变质了，所以毋是真真实实的名副其实的国家制度。有的夫妻关系，名义讲起来是夫妻关系，伫手续的讲起来是夫妻关系，但是实际上并毋是名副其实的夫妻关系，变质了，变性了，有时会做咧买咧，有时会做咧交换咧。现代的世代实在是可怕可耻无念天这项代志，所以无符合其实的。有真侪宗教团体看起来真好听，有的讲说逐款的宗教拢是教人做好代，互人平安的。实在无？其实并毋是名副其实的，是上帝所启示、所欢喜的这宗教。有的名挂耶稣基督教，耶和华的见证人，
将耶和华耶稣的名敢摆咧，其实并毋是名副其实的。有的人互人迷惑去啦，做不应该做，在甲道德相反的代志，甚至叫人去死，做罪恶的代志，毋是名副其实的。咱若要将世界的这些代志真侪商品、真侪公司、真侪夫妻、真侪团体，什么咱若要跟伊跟伊起一个名叫做名副其实的什么，其实真侪是无影无迹的。所以咱活伫这个世界真可怕。咱若要逐项甲伊写落来记落来可能无够时间啊，得用去真侪时间咯。所以去想卖，咱伫是啥物世代啊？下面咱要讲到关于称呼神的名有几落款伫这咱咧讲解当中神的名里当中，咱对神即款奇妙性、真实性、可靠性、权威性咱会更较了解咱对神的更较清楚虽然毋是100%的清楚，咱会增加咱对神的知识，增加咱对神的信心。头一项咱要讲的就是以马内利，英文的圣经的 Emmanuel， 这个 Emmanuel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甲咱同在，神甲咱三甲地咧。这记载伫倒落里马太福音第1章第18节到25节这是圣经是新约头一摆讲到以马内利，伫新约马太第18章开始这段故事。因为咱过去一个礼拜是圣诞节，讲到耶稣降生的代志，咱大家祝福祝你圣诞快乐、平安新年顺利平安，身体健康所以这个以马内利伫新约内面，伫圣经内面是一项真重要的信息是讲到主耶稣降生的代志。马太第1章18节到25节安尼讲，耶稣基督降生的代志有人讲圣诞节快乐有人讲是主耶稣降生，主降生快乐降生的意思对天顶降落来出世来。所以耶稣基督降生的代志记载伫下面，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允配了约瑟，也无有认娶。玛利亚就对圣灵怀了孕。伊的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无愿意明明的羞辱伊，想要暗暗的将伊休了就是跟死了，是一个婚约了20节。这思念这项代志的时阵，有主的使者向伊梦中来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毋免惊，只要带嫁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伊所怀的孕是对圣灵来的，伊将要生一个囝，你就将伊号名叫做耶稣，因为伊要将家己的百姓对罪恶来救出来。这一切的代志成就，是要应验主藉着先知所讲的话。23节讲，必有童女怀孕生囝，人就将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甲咱同在。24节，约瑟生了，
起来，就遵着主使者吩咐，将妻子带过来。第五，只是无有甲伊同房等伊生了囝，就甲伊号名叫耶稣。这就是圣诞节耶稣出世这个关于以马内利的经文但是伫旧约也是有讲到以马内利，记载伫旧约大先知以赛亚书7章14节，经文是安尼讲：因此主家己要互恁一个兆头，的确有动力怀孕生囝，甲伊号名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甲咱同在的意思这就是以马内利耶稣出世就是代表神甲咱同在的意思。为什么神要甲人同在呢？因为伊疼世间人。咱世间人自这人类的始祖犯罪了后，就将这个罪甲死亡带入到人世间来。所以全世界的人拢犯了罪罪的代价就是有一摆会死，死后还有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因为是罪，一定是袂及格的，一定是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的刑罚。这个刑罚是什么呢？就是永远的灭亡，永远的死亡，到伫伊灵魂到肉体，伊永永远远伫黑暗内面受刑罚。这款是痛苦的，这款是可怜的，也是神无愿意人有这款的结局。因为上帝愿意人得救明白真道伊爱人得救，所以因为神是爱，伊愿意人得救，所以伊差伊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间。伫古早时节几千年，伫创世纪的时节已经人犯罪了后，上帝就预言要有一个如人所生的这个小孩要来到世间，要来拯救世间人。道正做肉身，要来到世间救世间人。这个道就是神的囝，就是神本身。所以新约马太、路加拢记载有其他经文记载耶稣的降生的代志。旧约也是有预言神要借着这个妇人人同情你来出世这个囡仔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甲人同在。咱伫耶稣出世迄一暗暝天使来报佳音，头一摆报佳音讲，伊说天顶天使对讲洋人讲，毋免惊，我报互恁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伫今仔日的大话城内，要为恁生了一个救主，就是主基督伊要为咱生一个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天使报佳音，而且这个是关乎万民的所以伫这个所在呢，甲咱讲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耶稣伫古早时节预言应允，现在伫新约应验了，就是神伫古早时几千年前所应允的现在应验了，伊要降生伊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间，要来拯救世间人。原来是相信耶稣的人，伊的灵魂要得救，要活的时节，伫世间的时节，毋但有神的同在，而且
就是将来离开世间，也是要到神迄个天堂的所在去，有神甲咱同在，永永远远无离开。伫遐有上帝的福气、荣耀、恩典啊，常常甲咱同在。所以咱感谢神，感谢神。这个以马内利哈，以马内利，我有时去国内吼，去探亲的时阵，有时走去乡村的去行，有看到人的门口吼，搭红莲啊，有各款的红莲吼，伊写哩的内容也是各有无同。但是每一摆我看到迄个门咧吼，搭着四字字以马内利的时阵啊，信主的人啊，这个就知影是神甲咱同在，神甲这个家庭同在，是非常宝贝。人就是趁咧全世界失去了生命，有啥物益处啊？人就是真俘虏，若无神的同在，无以马内利，伊所享受的只不过是暂时尔定目睭一瞬的几十年过去咯。伊将来要到的迄个所在去，伊离开世间了，伊的灵魂要到倒个所在去，这先就圣经所讲的非常可怜的一个所在。所以咱信主的人啊，每一摆有看到以马内利，咱心内得到平安，咱就入去到咱的家三堂啊，真正的家，上帝的家，就是以马内利，有神的同在。这个才是最得宝贵的。咱现在伫这个不平凡、真侪灾难的时阵，咱搁较需要以马内利，搁较需要神时时刻刻甲咱同在。伫平顺的日子甲咱同在，伫忧愁的甲咱同在，伫这个困苦灾难的时阵，神甲咱同在。咱是这个真有福气的人，感谢主。咱盼望掠着神的应允，掠着这个主，咱的上帝是一位甲咱同在的神，咱就毋免惊。那第二叫做耶和华的名，另外一个名叫做以罗辛以罗辛这是翻译的音真正的是 Elohim 就什么意思呢？这个 Elohim 伫个圣经内面有2000几摆提到这个 Elohim， 有单数甲复数就是众数那单数是 El 就是神还是主的意思，那是 Elohim 是 plural form 是迄个众数。伊也是指到神的大能、神的威严、神的权威的意思所以每一摆圣经讲到神的创造的时阵，逐摆用一个 Elohim 这个原文 Elohim 就是耶和华神的意思。那么这个 Elohim 每一摆咱想到咱会相信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Elohim 的时阵，咱心内就得到真大的安慰甲力量。无论千变万化，这个世界千变万化，咱知影神是永未改变的神的主爱信息永未改变的，伊是创造世界万物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神。伊是创造者，伊是一个真神 True God 真神交假神的分别是啥物呢？真神是创造者，创造天地万物甲人；假神是用人的手所捏出来的图，还是雕刻出来、雕刻出来的物件，还是金银各款的种的器材，在物质所创出来、画出来的假神，人比在假神更较聪明有智慧，因为咱创造因，毋是在假神创造人，所以人敬拜、人信靠的是毋对的。圣经讲是犯罪，上帝无欢喜的。
独到咱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的时阵，虽然咱目睭未看，但伊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常常甲咱同在。咱辛苦的人就有福气了，而且这个福毋是伫世间定，伊享受的福气是永永远远的。感谢主，咱所辛苦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是满有权柄能力的上帝Elohim。第三个名称呢，叫做阿多乃是记载伫创世纪15章第2節。这个名词啊，犹太人无直接叫神 God 是神啊，伊换这个名词为着是尊敬这位真神的，所以用阿多乃来称呼神的意思，称呼神。那么这个阿多乃的意思是神统治有权能啊，伊是万物的主宰，伊是 Master， 伊是掌权者。当亚伯拉罕记起上帝对伫将个拜偶像的社会当中传出来，为着要叫这个亚伯拉罕要来成立这个国家，要借着伊的这位的后裔，要来祝福全世界，伊要成做大国，并且上帝应允亚伯拉罕讲，伊将来你的子孙啊，要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遮多。但是经过10年了后，上帝祝福伊物质有在路财真侪产业，但是伊无看到上帝所予伊本身所生的这个后裔。伊家己的囝，亲生的囝，伊就问神这个问题啊：是神啊，你顶摆应允我的，要托我的子孙要托我成做一个大国，我到今仔日也阁无家己生的这个后裔，要怎样是成做一个大国呢？是毋是你的意思要叫我这个仆人啊？成做我的后裔呢？咱看起来较咱有谣言呢，但是这毋是伊的谣言，也毋是说亚伯拉罕无信心。既然伊离开迄个伊的本家本族离开到上帝要带伊去的所在，伊行的时阵也阁毋知影有一款的信心。但是来到这个时阵，神应允伊的。伊是毋是无信心了呢？其实伊毋是对神无信心，可能伊抑阁未明白，神所应允也未显明出来。但是伊的信心还在坚持对神的信心。那么伊的这个谣言问这个问题是代表伊的信心，其实毋是。有时咱伫祈祷当中咱可能会用问神一项问题，但是即款的问题只要是咱未明白咱才用一个敬虔、敬畏的心，求神互咱智慧，甲增加咱的信心，互咱对伊过去所应允的代志互咱讲搁较明白清楚咧，搁再重新来 confirm 佮来确认神的应允。所以神对伊的回答是啥物啊？伊问神啊，你都顶摆应允我像天，我行顺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到10年了后，到这也无咧，是毋是我的工人成做我的后裔啊？上帝回答伊。是啥物呢？咱搁加一句就是人伫祈祷当中对神的问题咱用一个敬虔叫诚实的心来问问题。
比较较伫静默当中啊，咱无讲啥物话哦，静默当中，但是内心啊，却是无停的摇疑神摇疑神的信息，向神去问题，比咱直直摇疑、安静的摇疑更较重要。所以啊，神并无怀疑。神的回答是啥物啊？伊说你这个仆人啊，毋是为做咧诚济我应允你的这个后下，无法人。伊的意思就是人的方法袂用代表神的旨意，袂用代表神。人的方法毋通代表神的旨意，因为以后所拄到的问题会搁较大、搁较麻烦，所以人要侍奉主、君地主啊，毋通照着人的意思，但是按照神的意思、神的旨意独对神来的这个旨意，才是完美的所以啊，咱看到神怎样回答亚伯拉罕呢？伊讲说，伊带亚伯拉罕去外面讲，圣经讲，伊是带伊到外面讲，你向天观看，数算天顶的星星，若会晓得来啊，你一减会晓得来嘛？伊个对伊讲，你的后下啊，也要安尼。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这项为伊的义因为伊信耶和华，就以诚做是一个义人啊。上帝无责怪伊对上帝的问题，神搁再坚固伊的信心。所以当伊讲到耶和华的名是阿多乃的时阵就是讲亚伯拉罕讲，我是这个宇宙的主宰，我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虽然你老了，虽然你等到10年也未生囝毋是你亲生的囝，但是我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有法能将无变有，我能将少变多，我能将软弱变刚强。人想袂到，无法能做到，我有法。这是神的权能，以及耶和华神，所以因才称呼做怎样阿罗奈，就是神，伊是掌管者，伊是主宰者另外一个名词是啥物呢？耶和华毋是名词耶和华的名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 Jehovah Jireh， 是记载伫创世纪22章14节。这个故事咱拢知影这个耶和华以勒这个意思就是耶和华必有备，耶和华要准备。这个故事咱拢知影，上帝有一日讲亚伯拉罕讲，伊说你将这个家己本身所生的这个囝你的独生囝是你所听的，你就给伊献做燔祭就是一只羊，亲像一只羊，甲斩一块一块，然后放伫柴的顶面伫祭坛顶甲烧献祭，献给上帝，完全的献上。伊讲亚伯拉罕讲，你将你家己的囝来献做燔祭，那伊所听伊的独生囝，伊减会做会来，做会到。但是当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的指示了后，伊无讲啥物，就是照做，隔日逐项备办好势，到一个山顶去。当要滚到迄个山啦，伊会讲以撒问伊说：“老爸啊，咱逐项计备办好势
逐项皆有咯，也有茶咯，有跩物件所需要皆有咯。但是咱的羊伫倒落啊？迄只要献祭羊伫倒落啊？后壁来喊讲说上帝的确要陪伴，就是耶和华以勒。所以伊就凭信心，后壁来喊，道要来对伊的心顶抬落去的时阵，耶和华上帝出声了。伊说后壁来，你毋通伫你的囡仔身顶啊下手啊，因为你安尼做吼，我知影你是疼我的，所以上帝就应允伊有真侪美好的代志祝福互伊。所以这个耶和华以勒啊，就是上帝要陪伴。对咱基督徒来讲啊，咱伫生活中面可能有真侪缺欠，有真侪需要，特别是伫这个病困临到的时阵，真侪人无工作，生理也真歹，入不敷出，就是收入无够额人支出去，所以生活真艰苦。所以啊，人真有需要，有一个见证，甲你讲，咱需要的时阵啊，上帝供给的互咱。有一个做见证讲，伊说无偌久以前哦，一个人来找我，伊讲有人哦对外国真远的一个国家，寄一条钱来叫我来托互恁。迄一个上啊，干那伊那要安尼做啊？伊说迄个吩咐我交代我的迄个人哦，伊讲伫60几年前啊，6、70年前啊，因为恁老爸啊，对某人哦真好啊，供伊遮咧读册的时阵哦，供伊遮供伊徛，佮对伊也好。是伊真好、真尊敬的一个人。现在伊有成功了，伊成就了，赚了真侪钱，所以伊为着要报答你的士大人咧，才将这条钱要送互恁，为着要报答恁的士大人。你看，伫人极需要的时阵哦，上帝伫几十年前就预备好了。要来帮助上帝的旨意所要予伊的供给，哎呀，真想袂到，所以兄弟姊妹啊，咱有各款的需要，咱毋通真担心，咱只要祈祷听候神，耶和华神，耶和华以勒是伊要陪伴，伊从早就陪伴啦，为着你今仔日。所要成事托恁，感谢主，咱凭着信心来仰望主，掠着上帝耶和华以勒。搁一个耶和华的名叫做耶和华罗非罗非记载是出埃及记第15章26节。这个耶和华罗非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神医治的意思，神的医治，咱伫病痛当中需要神的医治，需要神的力量，给天互咱。圣经记载安尼讲，伊说你若留心听我耶和华你的神的话啊，伊阁行我目睭当中看为正的代志啊，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要将要将加托埃及人的迄病痛、迄疾病加伫你的身顶，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耶和华罗非意思就是神是医治的神。神是医治人的上帝，所以今仔日咱真需要
神的意志求主帮助啦。我所300的这个兄弟啊，也是拄着念着这款的病毒啊，真危急的时阵，真痛苦的当中啊，真找着一间病厝要接受伊，但是经过朋友的介绍推荐，所以进入了一间真出名的病厝。迄个时阵拄好一个团医疗团对中国来菲律宾而且伫即间医院会帮助因，所以伊这位兄弟就经过因来医治，伊就好起来了。伊好了后，实在是感谢上帝安排，上帝恩典，上帝是一位医治的上帝。伫极困难、可怕、危险的时阵，神伸出大能的手，借着人来医治。伊耶稣伫世间的时阵，也是行去各乡各村真侪所在医治各款的病人。所以，咱的上帝是一位医治破病的上帝。过来，耶和华另外一个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稣讲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耶和华上帝伊也是一个好牧人。耶稣是好牧者，伊是为羊来舍命，来拯救咱世间人。咱辛苦伊的人，咱的罪恶得到赦免，赐予咱永远的生命。伊赦免咱一切的罪过，将永生叫永远的荣耀福气赏赐予咱。咱日常的生活，耶和华是咱的好牧者，伊帮助咱免去一切的危难。伫羊受到野兽攻击的时阵，好牧人甲伊叫迄野兽来拍甲伊赶去还是甲伊野兽拍死。因需要的时阵，无水通啉，带到溪水边；无通食的时阵，喙焦甲枵的时阵，带到青草的地顶。所以耶和华，咱的上帝是咱的好牧人、好牧者伊来饲养咱的肉体，也安慰咱的心灵，医治咱的心灵。第6、第7。是耶和华沙龙 ，Jehovah Shalom。Shalom 伫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平安，平安。耶和华赐平安基甸伊看到上帝，伊真惊伊想说会死哩，真惊。天使来安慰讲说毋免惊，你袂死你袂死因为安尼呢，伊就为耶和华做一座坛甲伊称呼叫做耶和华沙龙 ，Jehovah Shalom， 就是赐平安，赐平安。咱需要平安，咱这个是需要平安，时时刻刻需要平安。但愿上帝对年头到年尾。甲咱同在，使咱平安。耶稣讲，咱的头毛伊当少过咯。天顶的鸟只，若毋是伊的旨意，无一只会落落来地顶。哎呀，上帝是怎样疼咱，知影咱的需要，知影咱的软弱若毋是伊的旨意，咱亲像鸟只，无一只对天顶落落来。咱是神的旨意，咱还在生活伫这个地顶，一直了到上帝的旨意临到，要调咱去咱感谢主，上帝是沙龙，伊使咱平安所以兄弟姊妹，顶面所讲的在耶和华上帝的名里是名副其实的，耶稣
就是来证明上帝是名副其实的。伫旧约内面所应允的耶稣降临啊，就是要来证实上帝是名副其实的，伊的名字甲伊的本性本质乃是名副其实的。所以咱伫困难当中来相信这位咱的上帝是有福气的人，因为伊是值得可信，伊是可靠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当咱伫各款的困难当中啊，咱毋通袂记得上帝的名字，伊是以马内利啊，上帝名也是 Elohim， 第三，伊是阿多奈啊，伊也是这个耶和华以勒啊，伊要陪伴咱所需要的。耶和华上帝，伊的名也是叫做罗非啊，什么意思？是上帝是这个医治人破病的上帝。咱伫病痛当中求伊怜悯，赐咱力量，医治咱。上帝也伊是耶和华好牧者啊，伊亲像一个羔羊人，知影伊的羊的需要，拄着危险的，伊会保护伊。咱是属神的羊啊，咱是伊草场顶的羊，伊互咱一切的需要啊，伫物质和心灵顶面的需要。耶和华是沙龙啊，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的意思就是耶和华赏赐咱平安。这一切耶和华上帝的名字是名副其实的上帝，伊所做伊甲伊的名字是相配合的，所以咱相信主耶稣，就是相信上帝。咱会可能得到上帝保护，甲咱同在，使咱平安，一直到永永远远。你有这款的信心吗？无？你若也无相信主耶稣，你赶紧着相信耶稣。伫这款危险艰难的时阵，你搁较着赶紧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咱信主的人就掠着神的应允，甲主搁较亲近。求主赦免咱一切罪过，求主甲咱同在，三甲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你的名字是甲你的实际是相符合的，是名副其实的你的名字，叫你的信实，你是永永远远的上帝，你的信实，你的公义，你的慈爱是永袂改变的。信靠你的人，的确是一个有福的人。阮感谢主，求主你将喜乐、平安、力量赏赐，互你的正行里，特别是这个灾情真厉害的当中，阮搁较需要你。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